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郑雅珊，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经过长时间的内部规划，原本市府资讯中心伫咧时代趋势之下，上午正式揭牌，改制成为智慧发展中心。不但人员编制对17个人增加到34个人，未来也将会分做2个阶段，针对智慧中心甲开放政府的部分，做更加全面的执行。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包括政府的施政，都面临各种不同的挑战。当然是挑战，也是机会。所以我们要成立我们数位发展中心，就是要在这个时代的潮流里面。让袂去被这个潮流淹没，而不知道怎么处置。我们要因应这个潮流，我们要时时的推陈出新，提升咱的效率，解决面对新的问题。资讯中心大概从7月的时候，院长还在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有经过一个主改哈。那希望把资讯中心的一些量能对外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智慧城市跟开放政府这2个比较重大的使命。那对内的部分呢，院长也有特别期待透过我们的一些资讯做到简政便民，所以我们对内对外都有一些调整。那资讯中心从这个过去9职等改制之后呢，我们也在人员的部分，从过去的17个人，我们可以增加到34个人。但是我们为了让整个市政府的那个主改的负担没有那么大，我们所有的人员都是由控管的人员移拨到那个资讯中心来做协助工作。台南市对104年启动的市区智慧城市基建计划，持续将市区所有生活融入到市民的生活当中。智慧发展中心的揭牌成立，更加显示市府积极打造多元、开放、科技城市的决心。台南新闻网赵国博以采访报道。市府干务局伫咧年中发表106年这1年来的成果。由干务局长苏金安亲自报告，其中今年度伫咧国家建设卓越奖就会下8面的奖牌，道路养护品质的成绩也会得第1名。面对明年前瞻基础建设要伫咧全台各地动起来，干务局也表示因拢准备好啊。同时，因也针对要打造大台南1点钟生活圈5大外环道路做了完整的规划。前瞻建设这一次因为它这个新辟道路是不在前瞻建设计划里面，不过最主要在公务局大概是公园，还有一些道路的养护那不过我们在一些中央政府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圈道路建设计划还是有一些重大工程，比方说这个北外环道路那北外环的这个道路大概经费是100亿。那我们分2、3期目前2、3期正在执行。那第3期的部分呢，我们下个月大概就可以这个去开工。另外，我们有几条外环线，像下营外环线6甲外环线那还有西港外环线呢，我们都会陆续的来动工，而且到目前有一部分已经发包出去了面对着民国107年的来到，干务局未来将会继续提升民众居家安全甲维护生活品质的部分，同时也会积极来开发重大建设，嘛要营造舒适集团的生活空间，以着造福民众宜居台南作为明年的目标。台南新闻王子豪郭博以采访报道。别的地方在你解说牌，这个叫做意向保留。再让大家看什么叫做意向保留？意向保留啊！西港的青年估计伫咧市府正门口大声唱出对干务局的不满，因为协商西港的外环道路要如何变更设计，也阁无一个完整结果。干务局煞急要用原本的设计图，要来将工程招标，因批评这根本就是两面手法。同时，因也表示，台南市政府干务局讲要用意向的方式来保留铜铁，就有可能会破坏大部分的文化遗迹，呼吁干务局应该爱暂缓招标。
今天到台南市政府抗议，因为他们一再的公开招标，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跟台南市政府在进行道路设计的协商了，然后现在进行到了2次的协商，明年1月还要再进行下一次协商。然而这个道路设计的协商在进行当中，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一再招标、公开招标，然后用原本的道路设计的方案去进行招标？这是我们非常不能理解，而且觉得他们用这个就是两面手法了，一方面跟我们一直在协商，然后一方面又用原本的道路设计去公开招标这样子。针对西港青年的质疑，干务局嘛回应，因为政府行政定数的问题，因此必须爱先招标，才会当保留预算。局长也表示，虽然是依照原设计图来招标，但是会搁再做后续的协商，甲设计上的修改。我们这个西港外环因为我们也已经和这个团体大概有接触了2、3次，所以我们大概也有拟定了方案。最主要会把这个台塘的这些轨道还有树木呢，我们都会做处理。本来我们人行道是2边的，那我们计划呢把这个人行道呢变成单边。那人行道比较宽的话呢，那树木可以移植。那在那个地方这些轨道旧有的这些轨道呢，我们也可以配合在设计这个里面。那我们目前因为是也为了争取这个时效那我们就依原设计先行发包，未来我们会去做修正，所以我们已经有方案了。西港青年团体面对安尼回应，有关的烦恼，新招标会让变更设计变得更加困难。因也找个机会进入到市府大楼内底，大声唱出因诉求，希望市府伫咧真正达成协商、共识进程，唔通进行工程相关的事项。台湾新闻网子郝国博以采访报道。漇市教育产业工会甲漇市教育会为2017年所关心的各项议题当中，经由会员甲关心教育的市民选出上关心的前3大议题，分别是幼教公共化、公设公有、落实幼教法、解决行政能力问题，以及推动行政专职化甲调降达到师生比例。希望政府会当重视教师工作权，甲保障学生教育权。在整个教育的专业努力之下，很多教育政策的推动，我们希望说教育政策的一个推动，应该是要让整体的教育工作者，或者是整体的家长、学生的一个受教权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我们选了10项的一个议题那也经过大家的票选在教育最前线的这些教师会，还有我们的教师的与会的同仁，还有的校长，那教育局还有市政府，还甚至是台南市议会，其实是这些教师最重要的一个后盾。所以我们期待呢，能够开这样子类似的记者会，我们逐年度去检讨每一年，我们去这个落实的一些重大的议题。另外，教育界人士佮特别选出2017年漇市教育代表字，就是省钱的省。表示伫关注的10项议题当中，都有7项是甲省钱有关系。对此关心教育的多位议员也呼吁公部门安怎省钱，也袂当将教育费省落来，一定爱将教育作为国家甲个人上好的投资。教育真的是一个国家最好投资的事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还有它的向上提升力教育是占了一个非常一大环的一个根本。那我们也很感谢侯理事长他们产业工会的成立以后，跟教师会一直做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业务，让我们民意代表更加去知道我们教育它里面的环节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了。钱在哪里我们的教育才有够力啊！所以常常遇到说没有钱钱不够。而且要东省西省我们可以看到这10大议题里面有很多的议题，全部都是跟经费有关系，这亚性、黑亚性，然后是变相的这个用人也在省各方面都是省都是钱的问题。那我们觉得说整体来讲，市政府应该做个调整这个不是单教育局的问题，是整体市政府在财源的这个分配上不要再
忽视教育的部分哈。同时，针对第二官方5件的教育政策，议员李文静甲教育界拢认为，应该爱更加慎重评估，并采纳专业意见才来实施。但是，记者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减轻都市的热岛效应，市府环保局推动绿屋顶节能降温计划，28号伫东区的崇学国小举办绿屋顶新果发表会，由代理市长李梦燕、环保局长林建山以及校长叶和远等人带领学生做伙种下树啊。这个绿屋顶如果能够全面展开，我想将来可以大幅的降低在尖峰时候的这个用电。啊，那尤其咱台南，咱台湾太阳很大，所以你看到家家户户这个顶楼为了怕热，啊，顶楼也就热哈。虽然咱这有迄个隔热砖，但是隔热砖的效果有限，啊，所以家家户户几乎都会盖一个违建，好，用起一个铁皮屋去隔热。好，那如果能够用绿屋顶，或是用太阳能来取代，我想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那第二个含义，啊，就是它可以把一个脏乱的地方，啊，原来脏乱的死角，变成一个美化，变成一个人可以来休闲活动的一个环境。啊，就像现在这个地方，啊，原来如果没有做这些绿屋顶的设施，啊，它可能就是一个夏天很热，小朋友也不想热这里头，大概也不会来靠近。好，那学校也不可能搭一个违建，搭一个遮雨棚在这里啊，所以是可以把一个原来脏乱或者没有使用的一个低度利用的环境，变成一个美丽的环境。那第三个含义，它可以降低这个市区的雨水的径流。好，就是咱那落雨来，照理讲原来这些都是不透水的，好，这些下多少雨，很快的它就会流到我们的下水道，会造成下水道的负荷。但是现在因为有绿屋顶，那它的土壤，啊，它会吸收一些雨水，所以让它真正流到下水道、流到市区的雨水可以减少。市府环保局推动绿屋顶节能计划，伫咧崇学国小设计了总面积100平方公尺的绿屋顶，学校也加入食农、节能以及环境的课程，以着社区农业学校为理念，要提供予小朋友亲近自然的机会，同时也达到加团家园的目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爱水会当讲是人的天性，无论是查甫的、查某的，拢相当重视个人的外表。即马美容技术不再遥不可及，最近甚至开发出行动美容技术。南宁科技大学美容系就趁这个趋势，推出美容科技实作班，邀请到新住民、离岛就业的妇女以及有兴趣的学生，互因学习到技术，会当改善生活。把我们学校的一些设备仪器提供给业界做合作，然后训练呢我们本校的学生。还有新住民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美容的一个美肤的一个训练。那将来这些训练完之后呢，不管是学生还是新住民呢，他们都可以凭着这样的一技之长到业界开业。那我们学生呢，除了在本校接受专业的一个证照训练课程之后，然后再配合夜市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活动之后，将来更有职场的竞争力到业界去取得这样的一个谋生的能力那我们学校跟业界密切相当的配合，那也可以让学生呢，
将来在社会上呢有更多的谋生能力。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上，我们很注重他们的实务训练，所以我们会结合业师的部分去做专业的训练，那也会让学生到实习场所，还有业界去做一个实际的技术的演练。那今天的话，我们是跟协会合作，那就让学生去学习这个医学美容、行动美容的这个部分。那也很欢迎新住民朋友，他们也一起来。这届南宁科技大学甲台南市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合作，将该协会专业的讲师结合到学校专业的美肤教室，展示上盖新的行动美容技术。3天后还没有消红肿，然后很严重，然后哥哥介绍我来这边做那个行动美容的部分，那发现之后后续上修复方面有越来越好的迹象，那最后就觉得还蛮有兴趣，所以就持续来做参加。这个科技课程里面，我们是有结合到一些医学美容的课。那医学美容课它比较有一些实作，像我们这次有操作像无痛清粉刺啦、美白保湿导入啦，还有我们的抗皱一个紧实题啦。那对这些实作的技术里面，学生他觉得蛮有兴趣的，觉得说真的有学得到这些东西。那对他们未来在就业职场上他们也要跟我们的业界呢，他做一下接轨。那我们这次设计的课程里面呢，将会是无痛清粉刺里面，就是给学生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他们现在是青春期，所以他们清完粉刺之后有没有效果非常好，然后美白了马上保湿提拉。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职场里面呢，我们很多学生呢，他们对这个职场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实作的部分有没有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加强。那南荣这边呢，可能有规划一些实习商店给我们的学生，未来他在实习的职场上呢，能够在以后毕业后呢，可以在职场上能够直接跟我们企业界做接轨。透过三学合作，大大来缩短着学员的时间。利用着业界讲师的专业技术，甲学校高品质的硬体设施，会当伫咧学习的当中实做，伫咧实做的过程当中，阁学到更加侪物件，互参加美容科技实做班的朋友会当得到双赢。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文创产业近年来伫台湾非常兴，尤其是台南，因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涵养，互侪侪文化人拢走来遮找灵感，也互这座城市的文创产业发展了非常的好。为着要互国人更加喜爱台南，市府文化局特别邀请到作家曹婷婷、插画家鳄鱼以及资深的摄影师郭瑞庆共同创作出《西市集》这本册，要以简单的文字、插画甲相片，互游客更加熟悉台南。其实现在喜欢阅读的人好像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一直在试着说，希望可以在兼顾让大家愿意去翻开书、打开书、购买书的同时，就是这本书的可读性是高的。所以融入了很可爱的插画啦，那当然作品也是蛮大量的呈现，所以其实文字是一直被删减，一直被删减，对，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一直在拔河。我们希望说它读起来有一些，它读起来是很丰富的，可是又希望不要让大家觉得有负担。其实，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作者来讲，就会不断的去思考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哦。那对一个美编者来讲，其实他也很辛苦哦。其实我拢讲我不是好人客，因为我常常会改人家的东西，连要印刷前我可能都还会再改哦。那我们同仁有时候问我好不好，那我都会说，你问我哈，那我问我就开始改哈，改就要修到最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设计师沟通，所以后来都是这个吴总监会来找我直接谈整个设计的风格哈然后才定调哈。所以我想我们透过几次这样子的编辑出版，大概我们也建立某一种默契了哈。是，但是不论如何，我们总是希望说，让这一本书在各方面的呈现都能够是最好的哦。西市集这本册1月5号将伫文创 Plus 以及各家册店、五南册店等等的通路来卖，定价300块。文化局希望透过出版这本册，将台南巷弄内底文创介绍给国内外的朋友知影。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
随着韩剧伫台湾愈来愈受到注目，当中的美食小吃，也就是保养品、生活用品等等，也受到民众的欢迎，甚至更带动台湾人到韩国佚佗的出国热潮。不过现在唔免特别飞到韩国，伫台南知名的百货公司，对当一摆品尝到在地的好滋味。是星光三月呢，首度规划第一回的韩国商品展。那它其实在台中中港店、台北信义店都受到热烈的回响，那也吸引上万的韩粉来共襄盛举。那即日起呢，到明年的1月10号，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盛大展开。那这次呢，有集结了近60家的摊位，像是有人气小吃青春烤肉杯啦，还有韩式鸡蛋糕，还有中午海苔饭卷跟道地国民美食呢，花蟹炒马面，跟超过50种的正宗手法制作的泡菜，都是这次展览受到瞩目的商品哦。那我们此外呢，还有特别规划了我们的韩服体验区，然后还有假日也有我们的泡菜 DIY 手作课程，跟星光三月贵宾卡有限定商品买1送1的优惠。那希望带给台南的消费者最丰富、最多元的美食购物体验。现场不但有正港韩国小吃大进驻，互民众品尝到小夫妇的韩国味，还有韩国港部流行的百大盘手类糖烤饼，而且搭配着贵宾卡的使用，还有限定商品买一项送一项的优惠介绍。欢迎民众做回来感受这波韩流的魅力。但是，加上林根差不多。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林阿珊，咱再会。